自媒体时代出真侪网红，毋是人尔，毛袂少的动物将做网红抢甲掠袂掉。像新年宠物网红排行榜冠军的猫咪的卖种业黄阿妈的后宫生活，8只猫咪甲2个猫主人志明甲李妈，因的日常互动都真受到爱猫人士的喜爱，有超过150万人来订阅。另外，还有一个卖种业叫做雪橇犬、麦克普优甲缅因乔尼猫，卖种的人数毛12万人。2只猫、2只狗，超古锥的日常，嘛互卖少人话讲实在真偷运。同款是雪橇犬的萨摩耶多比，狗主人是艺人杨时修，伊透过网络来记录着3岁爱犬的生活。即摆这只狗啊，嘛将做真情的宠物网红。透过咱的镜头，带大家来看这个超级古锥的宠物明星。观众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像在看一个实境秀，他们每天发生的事情都不一样，我们都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每个礼拜就像在追剧一样。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些正面的力量。我觉得我在疗愈我自己的过程中，别人也获得了疗愈。嗨，大家好，我们是黄阿玛的后宫生活，然后我是志明，我是狸猫。招牌拍就好，方式亲切上场，卖种已经真实晒暗。因正是影音甲社群平台，拢超过150万人追踪。黄阿嬷的后宫生活幕后操刀手，也无甲主人志明、李妈比较起来，因才是今仔日的主角。三角泽帅，难得帅，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哦，是会找镜头，好会找镜头。然后我们有8只猫，有黄阿玛，然后招娣、三角、Socus、露露、柚子、晚长，还有小花。猫咪的频道又有一个特色，跟人不一样，很大不一样，就是他们没办法演戏，没办法说啊你等一下要干嘛，但人是可以，对，他没办法照我们想要做的去做，对，所以他们是一个完全不受控的状态。观众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像在看一个实境秀，谁跟谁好，谁跟谁不好，有怎么结党啊，我们小团体，我们都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所以每个礼拜就像在追剧一样。无法度事先安排，无机会搁顶来，由后宫的霸主黄阿嬷带头8只猫咪，无按照剧本，这观众上爱看，真侪人一看都是11年。如果从脸书开始算的话，应该是从2013年创的。我们原本是拍网络广告那种的，因为我们就是有点像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做，然后猫咪都养在工作室里面，整天都在工作室里面。其实有时候在工作的话会有点厌烦，然后会觉得很被客户追啊，或者是要改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烦躁。然后那时候就会想说拍一下猫就很疗愈。那拍完之后呢，就是很自然的把它上传到我们个人的 FB 嘛。上传之后就发现，我们各自的贴文底下关于猫咪的影片都蛮多人留言的，然后甚至有陌生的人来追踪，然后来看。我想说这样子太乱了，干脆我们就创一个粉丝团。这个以猫为本的卖种业，为一开始的港温站的分享，到今嘛已经是台湾真有名的原创品牌。来，你哪来了？跳，好高。跳过了！日常生活记录各种创意计划，到猫咪极限挑战，甚至有红阿道的宠物作过阿娜、阿嬷甲后宫亲鸟魅力挡袂了。只要看到这个身影，卖种就会感觉真古锥，周边品牌合作自然就会真真。我常常有时候听到人家就会讲那个是谁，那个是晚长，那个是阿玛，就他们会认得那个插画中的猫的样子，然后知道它是我们的猫。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开心的，就是蛮有成就感的。古锥鸟的军团放眼世界的舞台，不过这个古锥行销所的背后，并不是单单为了相机，志明甲李妈其实别有用心。以前大家看的网络上的猫咪都是很多的可爱的品种猫，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做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流浪猫，都是米克斯，很多人在那之前是对于米克斯有一些误解的，就觉得说米克斯就是脏脏的啊，容易生病啊，有很多病毒啊什么的。透过我们的影片，其实那时候很想要让别人知道说，其实米克斯蛮可爱的，而且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不喜欢猫的人，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以前是怕猫或者是不喜欢猫。那我们要怎么样透过影片让他们重新喜欢这个生物，这个就是蛮重要。然后后来创立品牌这件事情也是，一方面当然是希望收入能够更多元，但另外一方面更希望就是这个品牌能够代表的是米克斯的品牌。因为他想要叫，然后又想要那个想要吃。为爱鸟留下可爱珍贵每一刻，嘛以此来传达概念。阿嬤后宫生活，和透着这个猫咪变成网络明星，更加连续得到台湾宠物网红冠军的宝座。因为每只猫就是个性真的都不一样，然后我们刚好这边又是属于多猫家庭，那多猫家庭每只的互动又会产生不同的火花，有时候也不是我们去刻意让他们怎么样，就是他们就自然就发生。应该说，我们如果有做什么的话，我们只是我们很善于把他们的特征找出来。可能同样的影片或同样类型的企划在拍，但是因为他们随着年龄变大，他们其实每次的反应都可能不太一样，甚至长相也会有点变。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记录他们生活还是这个我们的影片的本质啊。自带流量，古水就是船长，无论是要讲的点还是题材，在宠物的网络世界拢唔是问题。古水宠物的旋风嘛是一波对一波的来。不要怎么办？弟弟在偷吃哎，然后普悠看到傻眼。不要，隔壁的都吃成这样，你不赶快吃？不管是食紧的，还是困甲冰度，看起来是日常生活的相片，看的人数拢超过1000人。四条犬麦克普悠甲缅因胶泥猫2到2秒的生活记录，伫社群平台吸引12万人伫追踪。到底狗的本尊感是真正甲影片同款古水？采访团队带大家来去看卖。Go！ 白色的是萨摩耶普悠，它今年10岁，然后女生。然后下面这只呢是米尔，它是阿拉斯加雪橇犬，那它今年4岁半。然后手上这一只呢是乔尼，它是缅因猫，今年也是4岁。那我们还有一只瘫痪猫在家里面，是菲菲，对，它今年3岁。主人普悠加上米尔4条双狗出动，再配上酷酷鸟乔尼，规家伙拢真古锥，唔但带来人气，更加是带会王。Hello， 大家晚安。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产品。然后呢，我们家的宝贝们每天呢都要睡前来一根。家己爱食的物件，家己趁，直播宠物的用品，高级算是基本功夫。那时候接了一个偶像剧的那个画面，然后就是他需要在那个主人的房子门口，就是对着外面吠叫，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特地。因为就是剧情的需要，然后去训练它吠叫这件事情，因为它本来是不太乱叫的，然后我们就要用就是先从食物慢慢诱导到变成它看手势，就是用手去可以让它做吠叫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它现在就会讲不要叫，这一次好棒哎！像它是有跟那个贾静雯拍过就是内衣广告，对，然后。它是汽车广告，它也是汽车广告。是讲要变成狗网红，嘛要付出淡薄代价。哇，这是什么？职业灾害就是变胖，因为其实，在拍照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很常会拿零食去诱导他们做定点动作，对，所以他们其实会很期待吃零食，但是有时候常常每天的热量都会破表。唔通当作干那明星，才需要维持体型，普悠米尔的健康，主人黑人嘛随时伫家因顾。不过黑人笑笑地讲，变成宠物网红，真正是非常想袂到。因为当初创立这个卖种，也是因为要替已经死去的狗兄迈克记录生活，唔甘错过宠物的每一刻，认真更新甲写文章。意外发现后来加入的普悠加米尔，根本就是明星底。好像是从普悠来之后，就是。粉丝数有很明显的上升破万这样，然后记得 Michael 那时候好像都7、8千，然后后来就是破万之后就一直往现在到10几万。
快点自己去拿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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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自己去拿。你要拿什么娃娃？快点选一只，选一只，走了，我们去散步。有遇过，就是他本身就是忧郁症的朋友，那他告诉我说，他每天开 FB 之后，就是开了我们的粉专，然后他看我们的生活，看到几只狗狗、猫咪这样疗愈他，他就觉得他心情好很多。然后在他心情最低落的时候，我们这样一路陪伴他走过来，蛮棒的。因为至少我觉得我在疗愈我自己的过程中，别人也获得了疗愈。发觉朋友甲米儿温暖人心的力量，透过网络拢无界限，所以讲，迄个嘛进一步将伊带入现实中。像他会去长照，然后早期我们有在早疗中心，长照的机构就是一些可能像是日照中心的那个老人家，他们可能都是有轻微的失智。唱歌，你也好棒，唱歌。我这一次唱歌哦。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回馈，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稳定度这么好，把他们只有放在家里面好像太浪费了。对，能够为社会做一些服务，我觉得是蛮好的事情。网红爱国健教医生这款多方面的经营的要有伊。他是多比，然后他现在是狗医生，有在服务。是个女生萨摩耶。其实会当狗医生很大的原因是我们有好几个萨摩耶朋友其实都是狗医生。然后第二个就是好像很多人看到他的第一个反应都是不自觉的微笑，对，就是好像发自内心的微笑。我就觉得他天生有这个能力，好像可以去帮助一些人。他服务的对象其实蛮多的，有老年人、小朋友。用专属米酒治疗人心，小小狗网红多比，伊的米酒业经营差不多有3年时间，已经有13000人咧追踪。虽然甲前辈比较起来算是新生代，不过伫广告界已经真经验。可以。你不要给我发一饭。我有的时候会接一些建案的广告，然后有一些建案的导演他就很喜欢说，我爸爸，然后牵着狗在建案走动啊，在家里，然后就很舒服的感觉，所以他也也跟着我去拍了很多支。多比来，哎呦，这么棒哦！勇敢进入演艺界，有人可能会当作讲多比是外口艺人老爸杨世修，不过杨世修讲伊算是甲传入门尔。老实讲，我做模特我做了14年，在外面真的没有那么多人会叫我的名字，可是现在真的好多人看到我，第一个是叫我多比爸。就我已经没有自己的名字了。你说我行销，我真的没有什么行销，我就是帮他拍影片，然后剪辑一下放上去而已。我也不是说真的多厉害的摄影师，我也不会剪得多厉害。对，我就真的就是照我的能力，我能够做的就做。对，那我也不会特别去想说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去行销它，怎么去推它，或是怎么签约，什么做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去想这一块，就是完完全全顺着它。应该是说他自己行销他自己，无需要做靠背族。即卖多比有家己卖种家己的代言，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杨世修不得一直升级设备，顺耍自我精进。不止拍摄之外，我连剪辑也是花了很多功夫。对，那影片的话，当然除了相机之外 ，GoPro， 然后还有买了空拍机，就想说各个视角多方面的记录。那你自己经营自己的粉专有这么认真吗？没有，没有。我现在我自己的几乎都没有在更新了，我全心全意都在记录它。虽然说拍影片剪辑很累，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吧。对，尤其我在剪片的时候，我在看那些我当时拍的画面的时候，我有时候剪一剪，我戴耳机，我自己在那边笑。我太太都会说你在笑什么？你很像神经病。可是就真的，你就看那个画面，你就觉得我好像又在经历了一次那个过程。你干嘛？哦，抓到，偷吃。好人的爱笑，这个古锥的魅力，正是宠物网红伫自信勃发的时代始终不败原因。我说实话，我现在拍频道到现在确实有烦恼，可是我的烦恼不是在于题材要拍什么，因为我的题材很多都是记录他的生活。
真的就是很生活化，甚至我还有问过网友说，希望我们拍什么样子的题材，但网友都会说，其实他们只要看到多比疗愈的日常，他们就很开心了。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看看多比的频道，也许会有一些正面的力量。带来商机，更加带来正能量。自媒体时代，谁人讲网红一定爱是人，会使称霸各大平台流浪王，才上古锥的产物，才是网红圈真真正正的中青树。